再来朝观众正会来看国际新闻哦。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随即表示，以色列打算全面控制加沙来毁掉哈马斯。联合国表示，这是国际法不可多接受的代志。以色列各地的百姓也上街头抗议，因干那希望当地组成一个亲人赶紧回来。几落百个示威者伫耶路撒冷总理办公室附近，用铁链甲家己连起来，大声喊口号。迄当阵，以色列安全内阁正伫咧开会，讨论是毋是要扩大伫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示威者希望卖。即天伫咧特拉维夫也有同款的阵前抗议，民众会举啊举连一个相片，放火烧链啊。We don't want to see that. We want our people out of Gaza. 有一位以色列官员讲，安全内阁将会进行辩论，并且批准一项扩大的军事行动计划，将以色列伫咧加沙也未控制的全部或者是部分地区提起来。无论过去做出什么款的行动，拢会是渐进式一步一步加强对哈马斯的压力。总理纳坦雅胡随即接受访问时阵，表达以色列的想法。We intend to, in order to assure our security, remove Hamas there, enable the population to be free of Gaza, and to pass it to civilian governance. That is not Hamas and not anyone advocating the destruction of Israel. 哈马斯随即案发声明警告，纳坦雅胡的计划表示，伊愿意牺牲伊原被关伫咧加沙的连接，来达到伊个人的政治利益，想要继续用伊的种族灭绝甲驱逐政策，用犯更加侪罪行来达到伊的目的。ايش بدهم يسووا اكثر من هيك ما ضلش فيها اصلا. It is not accepted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y expansion of the conflict will be catastrophic. 有报道讲，以色列军方的高层对这项行动有质疑甲反对，认为可能会出现敌对甲游击式的反抗局面，会损害以色列伫咧国际上的名声，也互人看出无真正的长期战略规划。另外，以色列政府不准，亲像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顶在内的国际媒体入去加沙自由采访。伫即马，以色列军队已经控制加沙3%的地区，也因为战争，大部分的加沙人即马拢无家可归。若是以色列控制所有的地区，一定有更加侪人爱被迫迁徙。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